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地区这阵少年囡仔，就亲像阿公阿嬷咧讲骂，唔正囝。20外个人招离个庙前，讲闸路、卡油、绑票。有民众因为会惊，只好是乖乖啊交保护费。讲拢是出现伫个南投市德山甲民间迄块地啊。即摆警方抓到主嫌咯，平常时啊，就是咧放荡来，只要人无还钱，就甲人拖去，话要共拍死。警方搜证1年，总算来破案。这个嫌犯当中，年纪上细者15岁。20外少年人伫庙前看到一个骑倒摆人，棍仔举咧就围进前，将这个骑倒摆人押到对面街走，就停伫你等的车顶再走。这个骑倒摆人是因为借钱无还，就被掠去。这年少年人除了讲掠人讨小以外，嘛冲入庙会，甲人冤家相拍，挺强盗用。觉得社会现在怎么会变这样子啊？而且还猥琐。这若像这太太老岁仔出门就无安全啊。住伫庙市附近的人听了拢会惊，特别是嫌犯人侪有23个人，时常出现伫南投市德山镇甲民间乡一带。因为庙是真侪出来时大出入的所在，这阵人伫庙前会锁定经过民众，若毋是甲恐吓，就是收保护费。姓陈主嫌，搁伫面车顶面铺一沓现金小额放款，一旦有人借钱无还，就会将因压走共拍。讨债的行为行径相当的嚣张，造成辖区的一个治安相当大的一个动荡。但我们发现还是有部分的被害人没有相关的一个报案。姓陈主嫌去年5月就捌犯着组织犯罪条例以上，后来出狱迄一天相拍，2个月后，伊阁恐吓取财，前科累累。经过搜证1年，出动3分警，将23个人拢抓回去，其中有3个未成年，上介细汉的敢若15岁，拢依照妨害自由、恐吓甲毁损罪移送，其他人被依照组织犯罪条例送办。